下带了。你接下来要去一集你隔壁节目。对，可以。那我也去。我们要打开门，立刻拍一张。你上线他想说，你就不是我想的，制作人说要看谁的水质最粗。哎，好近哦，太痛了。我真的觉得下一次一定要记录一下，就是叫大家起床的那一个瞬间。现在来到联影的房间。然后联影，你现在起得来吗？哎，闹钟响了，联影跟镜头打个招呼，说个早安。跟大家说个早安。他今天很正常哦，他有时候睡着，他都会有那个 morning call， 你说平时起来都怎么样？就是这个声音，他都会什么？今天比较收敛，今天有镜头比较收敛。他平常会躲进去，他不是会躲被子的人，子琪才是，他会这个。他会看到吗？对对，好笑。接下来到我们房间。还没，对，大幕。他上次有说过，因为之前姐姐有一次叫不醒他，直接开他灯，然后他就说他差一点要生气。你说要自己在你们6人当中是陪你一起可以起床，他一觉就会醒了，其实他们好早。你现在怎么回事？嗯？我也怕被他骂。我不敢太进去。子琪，你愿意跟镜头打个招呼吗？子琪。我们撤退，我没开灯，你没开灯。